各位弟兄姊妹平安，每日靈修，時刻思想主嘅話，滋潤我哋嘅生命。今日經文係約書亞記1章8節，這律法書不可離開你嘅口，總要晝夜思想，好使你謹守遵行這書上所寫嘅一切話，如此你嘅道路就可以亨通，凡事順利。今日嘅故事，人一生中最唔耐煩嘅，可能就係響巴士站等車嘅時候，嗰種焦慮、乏味，嗰種等待，讓人哋好難受。企喺月台上嘅人都總係側住個身，望住車嚟嘅方向。呢個時候，我媽媽自言自語，又好似係對我講嘅咁，好快就嚟啦。如果有人呢個時候行開，恐怕就會遲啦。想要上車，必須要企響個月台嗰度警醒咁等候啊！一個基督徒等候耶穌再來，一個奮鬥者等待成功達到目標，亦都係咁嘅。我呆咗啦，我為媽媽嘅發現而驚奇，活咗半世嘅媽媽根本唔懂咩叫哲學，但係佢能從咁簡單平凡嘅事上悟出咁深刻嘅真理，真係令我激動到一陣間啊！我哋一齊默想，等候嘅過程也許係苦澀嘅，但係結果係香甜嘅。好多事情都係咁，苦盡甘來。你能唔能夠從生活中好多嘅事上諗到神嘅話語，而得到神嘅啟示呢？咁你嘅生活就會輕鬆愉快，唔再煩惱埋怨啦。我哋一齊禱告。親愛天父，你嘅話係我哋腳前嘅燈，路上嘅光。我哋要將你嘅話藏喺心裏，響生活中晝夜思想。響生活中嘅點點滴滴，亦都係因住你嘅話，俾咗我哋啟示同埋力量，使我哋從焦慮、煩躁同埋不安中得到平靜、歡樂嘅心情，使我哋手所做嘅事亦都平穩順利，讓我哋嘅生命見證你嘅榮美。禱告係奉主耶穌基督嘅名，阿門。今日經文係約書亞記1章8節，這律法書不可離開你嘅口，總要晝夜思想，好使你謹守遵行這書上所寫嘅一切話，如此你嘅道路亦都可以亨通，凡事順利。